今年4月初的时阵呢，伫宜兰绿色博览会是发生一桩冲浪的事故。这是一台电动的游园车呢，去弄到一对真济岁的红仔某，落尾是造成一个人死亡，一个人受伤。即马经过检方的调查，认定这事故的原因，就是这车辆倒手边头前链呢是长期漏油，所以才致使着这桩意外。这游园车的这个负责人，也个司机，今仔日是以过失致死等等的罪嫌来受到起诉。 这检方是讲呢，这姓吴的负责人也无注意到这个大动的系统已经歹去，而且嘛无监督甲管理着员工，所以呢是无负着这个责任，嘛无进行安全的教育训练。因那这姓陈的驾驶呢是伫咧开赛车进前呢，无去检查着，无看到这个大动的设备是有一寡问题，就等咧甲开赛车出去。落尾呢是因为这大动的车油无够，所以才产生着这桩意外。今仔日专案是侦结起诉。